实开始要过过年咯，台中花圃嘛是行村热门的景点。但是讲花圃的授权单位，这个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，到即卖拢也未收到台中市府去年12月的权利金，所以无排除要来吊销，也则是停止着花圃的主办权。台中市长罗秀燕亲身出面来澄清，讲是因为前任的市府团队无来交接，才会造成付钱的时间有落差。保证今仔日一定会纳钱，花圃嘛未来停办。台中市长罗秀燕一当选就到花圃展场实际体验，也佮宣布台中市民到12月以下儿童免费入园。但是即马传出花圃去年的管理金竟然拖得要2个月，也未付予授权单位。澎哥日报看到2份文件，表示是花圃授权单位 AIPH 写予台中市府的批，内容讲到市府无按照合约，伫去年12月支付管理金1250万，也佮表示，若是2月初无摕到钱，无排除要吊销，或者是终止花圃的主办权。但是台中市长罗秀燕讲，根本无摕到 AIPH 批件，若是管理金一定会马上付清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 AIPH 的信函，因为原来107年要付的哈，我们查了一下，据说这个前市政府认为说，那市长也可能要换人，所以就没有付了，说留给下任的市长来处理哈。可是因为我这部分并没有被交接，那所以我们刚才才知道说，哇，前面也没付，那我们就觉得很讶异，已经跟对方联络上了，那明天就是在账务上会处理。罗秀燕挂保证，花圃绝对袂停办。不过今年1月，每工平均的参观人数比去年11月、12月是减少17000多人。若是刷落来管理金应该安怎付，一切拢会按照当初双方签订合约来进行。